喺步伐急速、資訊爆炸嘅現代社會中，靜修營無論係正念止語營、禪修營定係健康靜修，正係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席捲全球。從矽谷嘅科技精英到台灣嘅 Z 世代年輕人，甚或喺香港都越嚟越多人願意花費時間同金錢換取幾日遠離塵囂嘅寧靜。究竟係咩原因讓呢股安靜風潮喺近年蔚為流行呢？首先，現代人正面臨前所未有嘅數位超載，手機嘅通知、社群媒體、即時信息，無時無刻都喺度爭奪我哋嘅注意力。根據統計，Eventbrite 平台上嘅安靜讀書會活動喺一年內增長咗460%。呢一種集體閱讀、彼此唔交談嘅新型聚會，反映出啲人對不打擾嘅陪伴與純粹嘅安靜有住強烈嘅渴望。其次，心理健康意識嘅提升推動咗市場需求。全球健康靜修市場規模喺2025年已經達到2731.5億美元，預計2030年將會成長至近3990億美元。喺亞洲地區，年輕人甚至流行去到寺廟小住幾日，藉由打坐、寺廟工作與遠離手機，為疲憊嘅心靈充電。好多參與者形容呢個係一種感官被放大嘅體驗，樹特別綠，風聲特別清晰。第三，靜修營提供咗一種奢侈嘅留白，喺強調效率同埋生產力嘅文化中，嘥時間乜嘢都唔做，反而就成為咗一種稀缺資源。所謂靜車風，即係透過高品質嘅寧靜環境嚟到療癒身心，已經成為頂級旅遊嘅新趨勢。啲人唔再滿足於走馬看花嘅行程，而係追求可以讓自己重新開機嘅深度休息。最後，靜心營嘅普及亦都同去宗教化有關。現代嘅止語營或者係正念課程，往往淡化宗教色彩，強調科學實證同心理健康效益，讓更多唔同背景嘅人能夠安心參與。總而言之，靜修營嘅大受歡迎，並唔係一時嘅跟風，而係現代人面對過度刺激同精神負荷嘅時候所做出嘅本能反撲同文化修正。喺一個幾乎從來唔停止喧囂嘅世界裏面，安靜正逐漸成為最珍貴嘅奢侈品。